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Lisa， 欢迎来到新单元 Lisa 来讲故。伫这个单元呢，我会用全台语来甲大家分享一寡生活当中趣味的代志，嘛会教大家一寡台语。娃娃 TV。安尼伫开始之前呢，我要先宣布一项代志，就是为即马开始呢，只要我做有关台语的影片，我拢总要用全台语来讲。为虾米会做这个决定呢？因为即马用全台语来做节目的 YouTube 实在是真少啦，想要学台语的人呢，应该真歹找到物件来学，所以我决定要做全台语的影片来帮助大家。而且即马台湾会晓讲台语的囡仔已经愈来愈少啊，若是咱阁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，台语应该阁过30-40年就无人会晓讲啊。莫讲这无可能哦！我10年前高中的时阵，因为学校有要求，所以我去幼稚园做义工。结果发现会晓讲台语的囡仔真少。想当初我读幼稚园的时阵，因为我完全袂晓讲华语，所以读册头一天呢，我妈妈阁特别走去甲老师讲，我袂晓讲华语，请教我讲台语。啊，老师咧就讲免烦恼啦，已经有足侪家长拢来安尼讲啊。这表示伫我迄个年代，抑阁有真侪囡仔会晓讲台语。无想到经过1、2、3年了后，会晓讲台语的囡仔竟然比遐少着，我实在是有够伤心的。另外咧，阁甲大家讲一项代志啊，可能足侪人毋知影，我大学是伫美国读伯克莱大学。伫阮学校咧，有一种课是互学生家己组织，家己来做老师来教家己想要教的物件。有淡薄仔像社团呐，毋过这是有学分的。毋管你是去教的学生，还是去学的学生，拢是有学分的。啊，这种课咧有足侪种的啊，亲像有翕相啊、跳舞啊、煮饭啊、点黑啦、掠铃啊，抑阁有台语课嘛，拢有哦。我是听人讲啊，阮学校的台语课咧是真久以前学校的先辈创立的。啊，老师咧基本上拢是学校内底会晓讲台语的台湾囡仔。要做老师咧是需要经过1学期的训练，才会当开始教课。我当初注册的时阵就知影有这个课啊，我嘛做有兴趣，一直做想要去的。但是时间一直袂合，所以到毕业之前的最后1学期才去。迄个时阵已经袂符阁去做老师啊，敢若会当做学生啊。我伫咧上这个课的时阵呢，我就有看到真侪毋是台湾人的同学，有足侪的拢是外国面的迄种白人，因拢足认真的听老师讲，足认真的学台语。所以连外国人拢会学台语啊，咱台湾囡仔咱会当袂晓讲台语咧，咱台湾囡仔加油好无？其实另外一个，互我决心要做全台语影片的理由是有足侪观众朋友拢伫 YouTube 甲 Facebook 甲我讲，因足介意我全台语的影片，讲我的影片对因的帮助足大的，互因会当一边听我讲，一边看下骹的字来学台语，叫我爱继续做落去。其实我感觉听真正足重要的，我日文就是家己安尼学起来的。我敢若有去上过初级的日文课，其他的拢是看日本的电视学来的。我是安尼啦，我是基本上逐工拢在看，我到即摆已经听有80%日本人在讲话啊，嘛已经会当用一寡简单日本人听有的话，甲日本人开讲啊。所以听真正足重要的，希望大家嘛会当利用我的影片来学台语，互咱做伙复兴台语，做伙为咱台语的文化加油。虽然我自细汉的是讲台语大汉的，不过家境嘛是有去互华语影响到啦。佮加上我即摆住伫美国，我阁有在学日语，所以我逐工头脑内底咧拢有4种语言伫遐转来转去。所以若是有讲到怪怪也是毋对的所在，拢欢迎大家来甲我提点一下，嘛爱麻烦大家来甲我多多支持哦。好，安尼最后嘛是来甲大家教一寡台语。这句台语的就是老树靠树根，老人靠子孙，意思的就是讲。老树若是要发了水，伊的根就爱深，啊，若是根有够深咧，伊就树较有营养嘛，徛较会栽，毋惊透风落雨。啊，老人咧辛苦了半世人，老了后咧体力啦、身体啊嘛会渐渐退化，所以就爱靠子孙来甲世大人友好甲照顾。好，安尼既然老树爱靠树根，老人爱靠子孙，安尼大家敢知影台语爱靠啥？台语咧，就是爱靠咱遮台湾囡仔来家继续传承落去。大家讲安尼很好。好，安尼今日影片就到这，大家若是有啥物想法，还是有啥物想要学的物件，拢会使甲我讲，我会做影片来教互大家。啊，若是你有介意我的影片的话咧，莫袂记去帮我试赞，搁来分享出去。啊，袂订阅的观众朋友嘛，袂记去帮我试一下订阅，然后爱会记得拍开边仔迄粒小铃铛，安尼才会当收到上新的影片通知。另外，Lisa嘛有 Facebook 甲 Instagram，嘛欢迎大家来帮我 follow 一下赞的哦。好，安尼咱后一个节目再会。